即摆有个这危险的佚佗物仔出现伫咱台湾的校园内。最近中国有一种新型的佚佗物仔，比真正的塑胶刀搁较危险，是一种模仿医生注射的佚佗物仔，佮加一支注射筒互你。着医生提醒讲，若准乌白霜，甲这注射筒的空气注入去咱的身躯内面，将有可能会有迄芳受影的风险。 摕物仔甲红仔消毒，刷落来摕出一支危险的注射筒，对尻川注空气落去，红仔就若像细条仔的形，一粒一粒。这是最近伫中国国校流行的佚佗物仔。北部国校校长表示，虽然还未传入去台湾的校园，不过最近真骨力伫校园进行宣导，避免产生风险。其实。正经的萝卜刀，甲即摆一届空气针啊，其实阮大概也有遮个新闻哦，看到有囡仔，知影有囡仔咧爱耍这项物件吼，阮就会利用儿童照会，拍囡仔囡仔宣导。针对这款注射佚佗物仔，台医生表示，这款空气注甲囡仔身躯虽然量真细，袂去影响到生命，不过若是针头无清气，是有芳受影的风险。它这个针头一定是不干净，所以就实物上来讲，它局部那个蜂窝组织炎感染的那个风险可能还比较高一点。亲像这款危险的佚佗物仔，塑胶刀、蜡皮糖、空气针，卫福部表示，这款佚佗物仔本身可能有塑化剂超标的风险，提醒家长爱特别注意，千万唔通互囡仔看到这种来路不明的佚佗物仔。另外，教育部表示，一定通报地方政府甲校园进行宣导，互囡仔避免去接触到这款危险的佚佗物仔。记者狄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